腿啊。好了，李阳来。孙海明教练对他的每一次比赛都要进行摄像，然后对每个外国运动员的有些新颖的专门的练习，他都要录下来，回来他认真去研究去看。录像带拿回来以后，他交给我们科研人员，我们科研人员帮他分析，分析完了再交给他，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有很重要的参考。我有个教练真的很幸运，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。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得多，所以说我的一切他都会很了解，性格各方面他都很了解，基本上我的什么问题他都知道，他都会在意，他都会有的小的问题他都会帮我解决，不管是训练上只是小问题了，你如果做人方面问题也会啊，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啊，他会去教你去怎么处理。他非常重视运动员在这种实战中的训练，所以就是说出现了他每年都要到球处比赛。当然，作为中国田径协会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也给予了全力的支持，使这些都能得到实现。中国其他有些选手，他确实是，他就闷头就是埋头苦练，很少出去参加比赛。那有的可能是我们中心出钱让他们出去，有的教练还不愿意，他很情愿就是闷头练，就一年就准备一次比赛或者2次。那么这和我们就相差这个距离太远。那训练为了什么？训练是为了比赛。那么通过比赛来发现问题，反过来促进学习。那么你一直不比赛，你怎么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？好多问题你在训练中发现不了，你必须通过大赛激烈的这个成功越高的比赛，越能发现它的既存在的问题。比完赛后跟我们说，他说我当时觉得特别有劲，就是一步一个坑，一步一个坑里向里面走，而且看他那2个眼睛在赛场上，就起跑的以前那2个手举起来那种杀气。我就感觉这是一个这种国际级的这种大牌运动员，巨星级的运动员，他具有的这种心理素质。一进场地就感觉一下子轰起来了，就感觉旁边都是那个在飞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谁叫你都听不到，你也别想看谁，看上去都是模糊的。就感觉这样，只有看得到自己前面10个栏架就可以了。这也是他这么几年来多次的出国比赛已经磨练出来了，大场面见过了，大牌的对手也见过了，而且多次也有输有赢，信心很强。就是没有这些做基础的话，你到那个时候肯定顶不住。这种高水平运动员一定要在实战的赛场去练这个心理素质，不仅仅说是好像上几堂课安慰，做一个简单的心理调试就能解决的，一定要在赛场上打出来。我们有的运动员雅典的时候，年轻运动员从一进场开始腿就发抖我们有一个运动员下来就告诉我，他说我在外面练习场的时候都挺好的，是吧？一个投资运动员都挺好的，可我一检录完，一进场就开始，那个聚光灯一照，那满场的8、9万人一呼声，我就感觉自己在那都特别小，然后再看到旁边的大牌的明星，就一直腿就发抖，等到比完赛，腿都还没有控制下来。
就在这种赛场里面，我觉得，所以运动员练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这种心理素质、心态太重要了。我们在奥运会的决赛中也看到这一点，他在后面几个3、4个栏的时候，那简直好像收不住那3步那个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，显得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。他呢也正是靠他后程这个出色的这种节奏的优势，超过绝大多数选手。从沙漠软气时代开始，就是颁奖呢，他就事先呢征求各委员的意见。这个他可以允许你做3个选择，你想选哪3个项目，你去发奖。刘翔这个呢是我事先想发的3个奖项里面之一。这么一个项目，有一个中国人在能够进入到决赛、进入到奖牌这个获得者里面，本身就是个重大的突破。比赛还没开始，法国的委员他在我后面坐的，他就跟我商量，他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。我说行啊，你说吧。他说如果我们法国的那个叫什么多库里，他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13秒06，在今年的雅典是他的一个幸运地，他每一枪都比以前跑得快。他的这个得第一的是牛栏给的。这个法国委员还没跟我这个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呢，欧洲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朋友跟我讲，他说你今天是来发奖的吧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你肯定，你放心。我注意着，他说我几次比赛都注意到刘翔跨过最后第9个栏，不到还有第10个栏嘛，是吧？已经基本上不使劲了，继续他的力量。他说今天他肯定会得冠军。几个行家都这么讲了，我就比较有底，所以我可以很大方的跟法国那个委员讲，可以。那么在决赛当中，他成了刘翔最主要的竞争对手，而且2个人是在相邻的2个道次上，这对跨栏运动员来讲，心理上会造成一些压力，因为双方之间的节奏会造成一些干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除非你们得了冠军，否则都是我发奖。说行，那行。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瞬间技师有很有可能创造历史的13秒钟。平时一般看比赛就是不系领带，他领带系好了，什么也都好，都准备着发奖。法国呢在最后一个栏，这个我们这个刘翔呢得了冠军。那么他跑的时候呢，应该讲他在后程，特别是后面几个栏，他技术上有些问题。他是玩命的，他是在用力的，但是他这个技术实际上他后面再让他加的话，他加不起来，因为他的重心在栏架的后面，他要再加的话，他要出问题，他就要打栏。那么果然出现这问题，在决赛中，他玩命来追，但到最后他还是打栏。能够感受得到刘翔的决赛完全沉浸在一种完全自我的状态当中，你专注的跨自己的栏，所以旁边的杜库里被他影响了，因为他太关心别人，他没有过多的关注自己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快，他就着急要改变节奏要追，所以打乱了技术，他就被带乱了。他当时过第8栏的时候，他还处于第2个位置。你看，杜库雷他过第8栏的时候打了栏，他整个这个栏间跑的这频率完全就丧失了。那么马上要进行的是